顧名思義，梁日初太極學會喺已故梁日初師傅於1995年所創立嘅。學會嘅宗旨為非牟利團體，弘揚太極文化，發揮會友間嘅互助互愛及團結精神。喺成立嘅初期，由一個小型嘅地區性太極班組織，發展到而家喺國內外武術界認定嘅知名體系，實在得來不易啊！梁日初太極學會嘅根基，在於一班多年來團結一致嘅執委成員，喺梁日初師傅嘅領導之下，積極弘揚同推動百花齊放、天下太極是一家嘅理念，直至佢喺2008年與世長辭之後，才由羅維忠會長同埋一群忠心不二嘅執委成員繼續推動會務。喺呢幾年間，學會亦經歷過種種嘅波折，喺各界懷疑能否維持嘅陰影下，不知扎穩根基，更在羅會長嘅帶領下，將企業文化灌輸入學會體系，參與嘅學術及文化交流活動，更從局限在九龍東伸展到全港18區，甚至澳門、國內、台灣以及東南亞。梁日初太極學會喺太極界嘅聲譽已成耳熟能詳嘅知名團體之一。回顧返學會嘅發展歷程，值得回味嘅有喺2000年以個別私人團體名義，歷史性咁帶領400幾人前赴廣州與當地太極團體舉辦交流活動。於翌年一行60幾人前赴武當山尋太極之根，得到武當道教協會嘅熱情款待，亦為當時認同是組團到武當山觀摩交流人數最多嘅一次，並榮幸地於2012年喺武當山紫霄宮廣場獲允樹立紀念碑。再繼後年內參加健力士大全之太極萬人操世界紀錄，喺萬人參加者之中，本會嘅分區師傅帶領參與呢個盛會嘅人數係過千嘅。喺2011年創辦咗港、澳、深、珠特區嘅武術交流，以及2013年開始舉辦1年1度嘅中華武術慶回歸。除咗喺學術交流活動之外，學會亦都積極咁參與各界嘅慈善活動。多年來，會友嘅愛與關懷行動數不勝數，義不容辭咁參與活動，包括有公益金百萬行啦，健康快車之武能群英會光明，博愛醫院之武能群英會，聯合醫院之步行籌款，圓玄學院之舞動傳承，泰山功德會之滅癌顯愛心，報母恩弘大愛等等。除付諸力行之外，更在過往20年期間慷慨解囊，為各慈善及需要幫助嘅團體及國內災區籌集善款，達到300萬元之巨。
喺財政方面，除咗每年得到觀塘區議會、觀塘體育促進會及九龍社團聯會嘅資助個別活動之外，學會嘅1分1毫嘅經費都係由執委成員同埋會員所籌集翻嚟嘅。以有限嘅資源而能夠舉辦越趨大型嘅活動，實為理財有方。展望未來，喺梁日初師傅所奠定嘅基礎及羅維忠會長嘅帶領之下，本着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不進則退嘅原則，以及一個循序漸進嘅步伐向前邁進。學會將重點培育下一代嘅執委班子，及加強與友會嘅聯誼工作，以武會友，務使梁日初太極學會演變成一個武術界嘅大家庭。喺會務發展嘅方面，積極咁推廣個人尚武崇德嘅理念，喺學術上作出多元化嘅發展路向。除咗學習武當太極文化之外，組織龍獅隊啦，無償咁為地區社團同埋弱勢社群咁樣服務，拓展兒童武術，將尊師重道嘅正確思維灌輸入校園內。喺公益慈善嗰方面，盡力去幫助弱勢社群及日漸激增嘅癌症病患者及其家庭。喺維繫會員及武術界友好方面，積極咁培育起後起之秀，開辦太極及武術班，並籌備成立民間社企，提供咗一個平台俾中老年嘅會友進修學習先進科技，達到老而不廢、自強不息、自力更生嘅目標。